延續上個月細價樓嘅旺市，3月份嘅氣氛比預期嘅更好啦。一手嘅成交亦都唔錯，連帶二手嘅交投亦都由細價樓延續到去唔同嘅樓價區間。咁所以整體嘅市況算係相當唔錯㗎啦。的確要歸功於呢個百元印花稅門檻放寬嘅政策。從3月份嘅股價表現分析嚟睇，綜合物業估價量係按月升大約18.4%，已經創咗5個月嘅新高。當中涉及買賣成交嘅查詢量就按月升大約21.7%，而呢個推升動力咧，大部分都源於二手市場。另外得益於印花稅門檻嘅調整，400萬元樓價以下嘅股價量亦都按月升超過2成半，到價比率就按月下跌1.1個百分點，連跌5個月。交投嘅上升雖然帶動到各類物業嘅查詢量，但成交價一再受壓，現時市況都係離量唔理價，咁所以而家嘅成交水平依然未能夠拉近到同業主叫價之間嘅差距。呢一波由細價樓帶動嘅反彈，比想象之中更有韌性。咁還望發展商能夠繼續保持呢個叫價克制，同二手貨源一齊去盤活翻後市，唔好淋熄咗得來不易嘅一個反彈勢頭。尤其喺特朗普嘅新關稅，唔知會點樣帶到一個新嘅高度，樓市嘅前景依然困難重重。